再收到第50屆香港國際電影節嘅大使邀請，心情係非常激動，心裏面嗌咗出聲咁，能夠繼任係一個好大嘅榮幸嚟，同埋我多咗個拍檔。我第一次接觸 Angela 嘅作品，應該係佢拍一個 MV 啊，然後我再有一個電影同佢合作啦。我嘅印象好深刻就係，呢個人都幾有性格嘅喎，好專注自己做緊嘢喎，唔係好同人傾偈嘅喎。咁我嗰陣時同佢合作嘅時候都好幾年前啦，係白色女孩，佢係一個好有想法嘅人，係好聰明嘅一個女仔，係。胡子彤真係一個好好嘅 buddy。第一次睇佢嘅作品應該係《點五步》，即係佢嘅第一部電影，亦都係因為呢部電影佢先成為演員嘛。但係佢喺嗰套戲裏面係即係發揮得好好，做得好好，好有一個演員嘅好獨特嘅氣質。電影嘅鏡頭係中意某一類型嘅演員，某一種人咧喺電影鏡頭面前咧係會有一個發生到一種 aura 或者一種氣質。我覺得胡子彤就係電影外嘅人。當知道自己有份參與可以做今屆嘅電影大使嘅時候，其實係非常之興奮啦，亦都係驚訝啦，同埋覺得好似係咪多咗份嘅責任，或者多咗份嘅使命啊！突然之間，所以就要繼續努力啦，係繼續努力。同埋即刻會檢視覺得自己夠唔夠叻咯。即係可能目前我覺得我嘅 passion、我嘅愛、我嘅熱情係好足夠，但係知識量或者看片量或者我嘅能力係咪喺同一個 level， 會立刻有好多呢啲靈魂拷問咯。我覺得今年香港國際電影節嚟到50年係一個好大嘅里程碑，因為絕對係見證咗香港呢50年嘅成長啦。至於香港，至於電影嘅發展，至於電影裡面嘅人，至於所有嘢都經歷咗好大嘅變化，而能夠連續50年舉辦呢個盛事，覺得係一個好重要嘅事情嚟嘅。我成日都覺得任何嘅電影節都係一個好好嘅渠道，或者佢好好嘅機會俾香港嘅演員好、電影人好去同唔同嘅會嚟香港嘅電影演員或者其他嘅電影工作者去交流。我覺得呢個係最重要嘅，因為隨着時間嘅改變，觀眾或者導演們嘅 taste 都會唔同，所以呢一個互相嘅交流，我覺得係非常之重要嘅。我會覺得我呢幾年試咗好多闊度，咁但係我而家都感覺到自己慢慢揾到，即係可能一個 spectrum 裡面邊一類嘅角色我最中意。咁而家可能如果我有選擇嘅話，可能會選擇一啲寫女性嘅角色寫得比較深刻同埋有血有肉，即係可能係個重視嗰個深度多啲，而唔係佢有幾多變幾闊。其實我相信每一個人都一定有嗰一種收埋喺內心入邊嘅嗰一種嘅衝動，嗰一種嘅能量，我可以透過電影、透過角色去釋放出嚟。可能有好多嘅音樂人、藝術家，佢哋都做緊同樣嘅嘢，甚至乎可能係幕後嘅工作人員，佢哋都係一樣。呢個我都係好代表到我哋呢個地方，我哋呢一班人嘅嗰一個嘅狀態，係啊。我係真係今年咧先至第一次感覺到我未來有機會會擔任唔同嘅崗位。我覺得電影係一個涉及好多技術層面同埋一個非常複雜嘅藝術，所以知識層面我覺得自己要再加油。我覺得大家對於電影嘅嗰種憧憬
嗰一種一齊嚟感受呢個空間，一齊嚟沉醉喺個戲裏面發夢嘅呢個狀態，其實佢漸漸地消逝咗。因為電影對我嚟講好重要，我希望呢一個藝術會永遠咁樣保存到佢嘅價值。我希望佢仍然係被大家追捧同埋珍惜咯。我希望電影係可以發生喺大銀幕裏面咯。我由頭到尾都係覺得我哋首先要做好屬於我哋香港嘅電影嘅特色先，捍衛咗我哋應該有嘅風格先。至於Angela 講嗰樣嘢係咪真係可以保留喺大熒幕？我哋當然會想啦。咁但係隨着改變，如果真係需要變嘅時候，我哋咪睇下點樣可以將香港嘅風格擺喺其他嘅平台度。